经过110年的这个08、09豪雨就发现到这个社区还是有一些积淹水问题的发生，因此我们争取了水利署的应急的一个改善经费总共我们有3040万元，那中央补助了1380万元，我们市府这边呢也自筹了1660万元来新建了一个4CMS 的一个抽水站体。那这个社区呢，过去因为这个地势低洼会有积淹水问题的发生，我想透过这一次的这个抽水站体完成之后，对我们社区的一个改善工程呢，这个淹水的问题可以做大幅的一个提升。较早若是落雨啊，风台来的时阵，大家拢会烦恼，拢爱出来，下暗拢会困袂去啊，拢爱出来顾甲有当时顾甲足暗，才会当去休困。自然里的里长就是有去申请补助，佮含市政府工作才配合，有改善咱地方的饮水的情形。足感谢里长佮公所，佮市政府的斗相共。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北门区属于沿海低洼地带，强降雨来临时因排水不及而容易淹水。为了改善北门地区淹水问题，台南市政府陆续完成新围、三寮湾等抽水设备更新，以及加强部落排水沿线防护。未来也会持续争取经费，完善三寮湾聚落排水治理工程，让市民生活更安全。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而且北门的所在，咱看讲，这个过去就是三池社区讲伫08、23的时候淹50公分，110年就是2年前8月的时阵，过一遍大雨，但是有一点就淹水的这个范围有缩小，但是嘛是淹水，所以咱阁希望阁加强这个加大治水的力道，所以把这个抽排抽水抽水机的部分，有1CMS， 就是1秒钟可以抽1公吨的水抽掉。现在加大为5CMS， 1秒钟可以抽5公吨的水，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的操作，那个排水的水位马上就降下来。用这样的方式，第二个加强这个部落这个防护，第三个加强这个水利的这个排水路的这个修护养护，第四个加强排水机组的替旧更新，有些旧的机组已经不好用了已经效率不好了，把它更新为新的机组。伫水路改善主体部落防护的这个部分要做好。第三，机组的改善这部分来加强，咱嘛是一步一步来改善希望讲伫这沿海较低洼的所在，较容易发生水灾的所在会当这个减少这个水灾的发生。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3月24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迎接台南400灯，安平的居民除了号召地方来替安平古堡庆祝生日以外，嘛为安平渔港的市电古迹南岛流体做生日。23号生日同工，因用唱歌、演奏甲点灯的方式来祝福南体生日快乐。安平渔港原本2条岛流堤，每一条长160公尺，宽2公尺外，大约4层楼高。不过北堤部分沉入海中，目前只剩南堤。安平居民对南堤建堤80周年开始，每一档拢会举办庆生会。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那我们现在只留下呢这个南岛流堤呢，让我们追随。那现在呢，已经到现在已经有85年了。那我们台南市这个包括经济的发展文化都是面向的海洋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利用3月23号来为南岛流堤呢做一个庆生
今年4月23日，大家嘛用歌唱、演奏、讲五梦以及点灯等方式来为海上市电古迹过85岁生日。南岛流堤85周年呢，它代表的就是安平港开港近100年来，我们为安平古迹过的生日的一个开始。我们从80周年呢，我们就在为它庆生，然后我们就会因为南岛流堤是安平渔港安平海边的唯一的一个海上市定古迹。那我们做完了这个活动以后呢，我们就为了安平灯塔4月1号的安平灯塔生日也做活动。据了解，南岛流堤是安平港对国际港变成渔港的重要指标，加上迎接台南400档，希望借此互更较侪人做伙重视安平历史。台南新闻管及采访报道。由救国团台南市团委会举办的乘风破浪青春好样座谈会，24号伫台南市会场场，活动邀请2位新科议员蔡中豪以及曾之杰来甲青年朋友对话，用自身的经验鼓励少年人爱展现自我，勇敢面对挑战。庆祝青年节，救国团台南市团委会举办一系列活动。除了规划台南市优秀青年表扬大会，也安排接受到各校以及社会各界推派青年来到议会，甲议员进行座谈交流。由救国团，然后跟我们的台南市议会，然后举办的这个青年好样的一个工作坊。那这个工作坊呢，主要是呢由今年的选拔的一个新科的一个年轻的议员，跟我们的一个台南市的优秀的一个青年来做一个互动。那大家呢，针对这个青年的议题呢，会有一些共同的想法，然后呢来探讨说，这个青年呢要如何在台南逐梦，然后如何在台南创业，然后如何在台南这个落地生根的一个议题。座谈会特别邀请到同款嘛是少年人的新科议员蔡宗和来分享，伊也鼓励少年朋友爱立下目标，勇敢向前。是过去的累积造成现在，所以常常就是说，现在就是过去啊，现在也是未来。因为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未来明年就会有很大的改变。这句话，我想我跟芝姐都有很大的感觉，因为我们在过去选举这1年，知道什么叫做累积。另外一位新科议员曾之杰也勉励学生要以积极态度，勇敢表现自己。在小时候，我们也是可以立下志向的。那立下的志向，第一一定要够积极。你有积极就是行动力，那你才要立下这个志向才有意义。在结束上午座谈会，主办单位下晡也将带领这优秀青年前往市府拜会市长。市长王伟特表示，市府一向关心青年发展，在施政上特别注重提升青年求学、就业、生活各方面的条件，也欢迎青年朋友定力向市府建言。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台南市一档大约有2-3届家具名称展览，一直是民众选买真好的时机。开春第一波的展览，3月24开始到27，伫东东宴会市场登场。不止商品丰富多元，加上若用成家专案，阁会当属2成到3成。台南开春第一波的家具名称展览，邀至北中南4间厂商3月24到27盛大登场，也才推出因上届热销的产品，不管是会当调整各种角度的电动面床，或是面床适合热天，会当明显感受凉爽的材质布料等等，拢成为会场焦点。当然，对着无闲的现代人来讲，下班会当坐一组舒适的躺椅，轻松看电视，以及选买一张面床，困一醒到天光，拢相当要紧。目前最畅销的这一张，对它可以完全的释放压力，尤其是针对脊椎有受过伤、开过刀的客人。然后生鸡蛋做不破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的释压效果非常好。那模拟我们神经血管。鸡蛋就模拟我们神经血管，我们放在床垫上面做不破的话，基本上它的就像我们如果受过伤，你躺在床垫上面，你比较不容易疼痛，不容易翻身的话，那你的睡眠的深层效果会比较好。
电场当中，各式各项的原木精品家具完全无用定爱购法，加上款式多元，卖当随人客要求定做，成为一大特色。我们的桃花心木的大板，它是可以客制化的定做，而且40几年的老师傅他会做卡榫的部分，好不打钉子。大台的部分也可以客制化为中岛，现在设计师很喜欢中岛，它可以当餐桌用。也可以当吧台，所以我们的定做是可以尺寸的客制化、高低的客制化，但材质就是桃花心木。业者表示，虽然原物料逐项起甲去年比起来有调整的2成，不过建议民众用升价专案搭配购买，会当俗2到3成。加上购不满5000，就有机会抽抵回手表等奖品。欢迎民众把3月24到27这4天，前往东东宴会场来参观选买。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北区大港国小参加台南市教育局“画我家乡”故事绘本计划，出版第1本属于学校的大港寮慢慢聊绘本。透过访问当地耆老以及老师实地访查，将大港的人文历史甲人文的生态一一放入去绘本当中。翻开这本册，内底拢是大港在地故事。这本是大港国小师生共同创作的绘本《大港聊慢慢聊》。这本册经过学校老师的多方努力，为发想到文本，一个字一个字拢是因家己创作，非常的无简单。尤其是这本的画图，去做实地的一个勘察，就是对于里面的场景，我们没有办法无中生有，所以我都会去看，去盐水溪啦、台江那一边。然后呢，我们有一个那个展览场，就是关于那些老旧的那种古早的物品的一个展览场，我就去看了。然后看了之后拍照，然后回来，再构图，然后再画。从大港寮，其实在几百年前是台江内海的一部分，到现在是建筑物。那这个演变的历程中，我们很希望我们大港的小朋友、老师们都可以了解大港寮的渊源跟历史。那我们绘本中呈现的有大港寮的自然生态、人文、历史。还有景观，那更重要是在地的产业。学校也依照这本册的内容，挑选7位学生，将剧情演出来，透过因的演出，让更加侪学生了解大港这个所在。我觉得透过这次的绘本，让我了解到了大港寮的种种历史，也让我知道大港寮原本是台江内海的一部分。原来大港寮也有这么有趣又丰富的历史，让我知道大港国小之前是一个渔塭，让我更了解家乡的历史，增加了许多近溪护溪的故事。我就是希望借由这次的话剧表演，来唤醒大家对环保的重视。然后让大自然生生不息。这本册是配合台南市教育局所出版，将会伫4月伫台南文化中心进行联合发表。校长除了感谢教育局，并表示相信透过这本册，会当引导学生熟悉家乡，探测相关知识，让大港一代传一代。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老爷新旅第18号的展览将伫3月25号登场。这届展览是以宇宙作为主题，邀请2位年轻的艺术家，运用鲜艳的色调、甲太空布料等等的材质，来创作属于家己的奇幻星球。台南老爷行旅这次特别邀请到2位少年艺术家来到饭店8楼以及9楼设展，让大数民众参像是来到另外一个宇宙旅行。在8楼的部分是艺术家阿艾米创作的《喵喵的太空漫游》，是喵喵宇宙太空漫游。那主要就是借由我的笔下的2只角色喵喵跟蓝狗呢，在宇宙间呢，进行的这一场对话呢，他去探讨生命啊、存在啊，还有爱啊这些主题，这样子。那这次整个展厅的这个氛围呢，会以这个紫色的灯光为主，去打这个光。那每一面墙上呢，各有一篇漫画，分别是爱、love、hate、恨跟heart 感受
那就是邀请大家呢，可以打开自己的心，在这个空间里面呢，去体验呢，借由这个喵喵跟蓝狗的对话，去体验、去体悟各自对于生命的想法跟感受，这样子。伫高楼展览，这是艺术家亲自所带来一起搭乘太空舱出发去吧创作。这是跟老爷行旅合作的一个展区，然后是以欢迎来到我的王国的一个主题展，就是你可以从这个里面进去，会有一个镜面的一个飞碟，所以就是有点像是你带领你们一起进入我的世界的感觉。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来看展。因为疫情的原因，饭店将近有一档无举办类似活动，随着疫情趋缓，老爷行旅的第18号展览也将伫咧25号正式甲民众见面。经过了这个去年我们在疫情之下呢，就做了这一个美食节之后呢，睽违1年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我们年度的这个新策展第18号宇宙策展呢，是我们邀请这个 King 奖跟 Amy 这2位呢插画家来帮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宇宙上面的一个小世界。那希望大家呢可以来看展，然后进入我们的这一个小宇宙。除了展览，老爷行旅干脆餐厅自3月31号起推出“女人我最大”专自助餐活动，准备了各式菜肴料理以外，更特别规划手做的14款粉红甜点，就是要让消费者吃了欢喜。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台南市美术馆典藏自照展是为馆内典藏以及向市政府借调，挑选出红通、张炳东、柯英富、甲蔡草如4位在地艺术家的作品，以民间信仰甲在地风土2大方向，举办为期1档的展览，邀请民众前往欣赏。台南市美术馆为开馆以来，持续推动台南在地艺术家研究甲展览。这摆特别以民间信仰甲在地风土为方向，挑选洪通、张炳堂、许元富、蔡草如4位艺术家的作品。那这4位艺术家，其中有2位曾经在台南市美术馆举办过个展，这有大型的一个研究的这个展览的成果。那我们这次的展览，它其实是将这4位艺术家再分为总共3个展间，那是希望让台南的市民，甚至是全台湾的观众以及国际的观光客，可以认识到台湾的，尤其是台南重要的在地艺术家。展览分别呈现这4位艺术家的创作特色。在张炳堂的展区当中，主题上有特色的主题庙宇。蔡草如专长将东西方位在高粱，同时以信仰生活甲生活信仰为创作脉络。许元富的展场会当看到各种无同的题材，透过作品会当看到伊对恋爱的爱，同时呼应张炳堂甲蔡草如的主题。最后伫洪通展区，以风格分为3区，同时作品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那这是很感谢台南市政府的典藏品，里面他们有30件洪通的作品。我们在这个30件的选件范围之中，选了总共13件作品。那分为因为展期1年，所以分为2个档次，所以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还会再换展。这个展览为期1档，设展人积极目标是后续作品经外会以信仰甲风土为选件条件。期盼民众透过无同的观点，认识台南在地艺术家，并是在因更较侪面向的作品。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目前的健保制度只有给符合因为破病需要心理治疗的民众，但若是遭受工作、婚姻或者是亲子等问题，却也未达到精神疾病程度，要寻求心理的咨商，就无健保的给付。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精神科医师就建议，民众若是要取得咨商的资源，就是爱用自费的心理治疗。随着科技时代哪来哪发展，人的情绪嘛哪来哪增加，而且复杂。伫咧卫福部规划心理健康促进范围，各地方卫生局嘛拢有成立心理卫生的咨询甲据点。但因为免费的心理卫生咨询时间甲名额有限，究竟谁较适合心理治疗？医师表示，只要愿意主动进入治疗，就是想要变好。但有2种的个案会来抽除，一种是无确定家己是毋是需要治疗，另外一种是认为身边的人需要治疗。
我们现在民众一般如果说，自己其实是没有生病，可是心里面有一些困难需要求助，比如说生活啊、工作或者是亲子上的一些议题，可是又不知道可以找谁帮忙，好像找妈妈也说不出来，找里长也不太对。这时候其实心理治疗是一个很棒的方式。那其实有2个状况，我们大家民众都可以特别注意，比如说你自己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可是又不知道可以找谁帮忙，或者是说你很确定身边的人怪怪的，那其实只要你有这2种情况，你自己本身都可以前来寻求心理治疗的帮忙。那我们在治疗里面其实会提供给你一些更宽广的视野。有时候我们的问题往往是老的方法不管用，那我们用新的方法解决。那心理治疗其实就是一个帮助我们找到新的方法，适应新的生活的方式。医师表示，如果民众发觉生活有困扰，但无确定治疗是不是会用到3天，拢是心理治疗会用帮忙的对象，就算无适合心理治疗，治疗师嘛会来建议适合的求助管道。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米其林指南3月总共评选出6间餐厅，其中高雄有2间上榜，分别是位伫前金区的马色饭专卖店，以及位伫5星级饭店内面的华式餐厅。台式传统甲异国美食拢总有。在热腾腾的白饭上淋上肥而不腻的肉燥，再搭配一颗招牌半熟鸭蛋，简朴却不简单的美味料理就完成了。用筷子轻轻一搓，金黄的蛋液缓缓流出，与肉燥饭一起入口，滋味有多销魂，看饕客的表情就知道。非常好吃啊，卤肉蛮入味的，觉得蛮喜欢，应该算我吃过肉燥饭前3名吧。这个鸭蛋就是半熟的部分，我很喜欢。我们的肉燥就是我们还有自己炒的鱼松啦，还有加香菜这样子。那我们的特色会再加一个半熟的蛋包，然后把蛋黄戳破跟饭拌在一起吃，这样会比较好吃。米其林指南3月评选出6家餐厅，高雄有2间上榜，其中1间就是前金区这家传承3代的肉燥饭专卖店，美妙滋味过去就深受在地人喜爱，加上现在又有米其林加持，吸引许多民众慕名而来，生意更加火热。因为看新闻自己很喜欢吃肉燥饭，对，就想来尝尝看。今天早上爆满，就比平常好很多这样子。另一家坐落在5星级饭店内的法式餐厅，由米其林摘星名厨主理，每个月不定期会更换菜单，运用台湾的在地食材打造惊艳美味。去年9月才刚开幕，今年就入选米其林指南，实力相当强劲。其实我们每个月1号开放定位的时候都是秒杀，所以它目前应该也算是台湾南台湾啦，特别是南台湾非常难订的一个餐厅之一。那我相信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对我们的一个鼓舞的士气都会非常的有正面的效果。米其林指南公布新入选餐厅，台中、台南、高雄都有店家上榜。爱吃美食的民众不妨一一品尝，放松身心，享受一场美食之旅。记者潘志光、苏玉文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3月2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